下。现在是觉得你自己对着镜头拍很赞。来，今天来看一下弗利亚的电发。我觉得我自己好蠢哦，自己拍影片的感觉好奇怪。这是我们今天刚到的啊，好，这也很好笑。然后他会送一个隔套，哦，灰色的隔套，弗利亚，玫瑰金的电棒，我觉得我应该越来越厉害了。好，然后它的最低温的话是到160度，最高是到220，好，然后60分钟自动断电。然后这一组电棒的话，它最小的话是到25，好，28、32、38，最大到38。好，有兴趣的客人可以直接私讯我们。好，拜拜。